今日呢一部係伊萊克斯，咁記得上次有個客問我點樣去確定係咪塊主板壞？咁係咪主板壞嘅話咧，其實先拆開出嚟都係經過望聞問切。咁拆咗出嚟嘅話咧，會聞到少少嘅燶味。咁跟住嗱，你會見到呢啲係爆開咗嘅，呢啲係爆開咗嘅。再睇埋呢一面，呢啲熔斷咗嘅。呢邊睇起上嚟係冇問題，但係呢邊睇落去嘅話咧，就已經熔斷嘅。咁至於呢個部分嘅話咧，係變壓器部分，將220變成交流15伏。咁呢個位置已經好明顯，已經燒燶咗、燒穿咗。呢個係二極管，鐵片二極管。咁呢個二極管亦都爆咗啦。其他地方嘅話就係呢邊嘅銅片，呢邊嘅銅片嘅話就有啲燒到鼓起身，其他呢銅片都係屬於正常。咁部機佢係13年啊，2013年4月。正面睇冇乜嘢睇，講台燒窿嘅部分就呢個部分，呢個部分就係220入嚟之後，再分咗兩組15伏，一組15伏就直接去咗照明，另外一組15伏嘅話咧，佢就應該係會經過呢個黐巴鏈弧轉成5伏。5伏係供主板自身嘅供電，所以唔好睇少呢嚿嘢。呢嚿嘢嘅作用係220轉交落15伏，交落15伏就要分兩組。係啦，呢度會見到兩個二極管，但係呢啲機嘅主板嘅話，我哋一般都唔會再去整佢，因為整翻到時驚佢唔係頭痛就囉柚痛就麻煩，因為佢今日壞得呢度，唔排除有機會聽日後日壞其他地方，所以呢種情況我哋都係直接用上頭板換咗佢。上頭板換咗佢，大家唔使煩，冇後顧之憂。因為呢啲板一般整翻好嘅話咧，都唔使1個月左右，佢就會有其他地方有問題，因為佢用嘅時間已經到咗咁上下年紀。人到咗咁上下年紀都要走啦，何況電腦板。所以你表面上你睇起上嚟淨係燒呢兩個地方，但係你整好呢兩個地方之後嘅話，其他地方都會陸陸續續出問題。因為以前我哋都試過，好彩嘅話就俾捱到3個月，唔好彩嘅話咧，講1個星期都捱唔到。所以我哋一般都係選擇上塊板換咗佢，費事惹麻煩。維修抽油煙機、掌門電器維修。